大家好，我係 Sir 啊。OK，我哋今日嚟繼續去講呢一個求職法 mensuration 喎。好啦，嗱，咁我哋上一堂啦，OK，咁就同大家背晒所有求職法嘅公式咯喎。OK 嘛，咁呢度已經係處理好㗎啦。好啦，如果未睇嘅話呢，咁就非常歡迎大家睇翻上一條片啦。OK，咁除咗最普通嘅公式之外啦，咁我哋咧都有講到平字頭睇 Fustom 嘅一條歐斯嘅公式啊。OK 嘛，咁呢一個呢就係上一堂嘅。好啦，咁然後今堂究竟會做啲咩呢？就係會去同大家去做少少背式題同埋 set，OK 線型嘅題目，OK 嘛？呢個係今堂嘅。好，咁呢個都係今堂嘅。好啦，咁我哋直接去做一做啦喎。好啦，我哋直接去到實戰部分先。嗱，首先你見到呢一條 long quack 1啦，咁佢係DSE 題目嚟嘅，OK， 2015年嘅 long quack 9啊。好啦，嗱，咁你見到啦，OK，今次條題目有 radius 同埋 area 俾你，OK，咁 of 一個 setter 啦，咁所以我就畫咗出嚟，OK，嗱 radius 有啦，area 有啦，我想問 setter 仲有咩資料未有啊？就係呢一隻 theta，就係隻角度，咁你純粹背式嘅啫，背翻 pi r 二次，再乘翻 theta over 360。得唔得 ？OK，咁你就可以揾到個 theta 噶啦。OK，阿 theta 佢哋就會計到 ，OK，佢會係75度嘅。OK，撳機撳嘅啫。好啦，點撳好呢？嗱，認真，我覺得呢，只要做得一個步驟你就識撳噶啦，就係約咗個派，得唔得？好多時候呢，你做 set 題嘅題目，約完個派呢，你就識做噶啦。OK，但係唔約個派你就覺得好核突，係嘛？OK，所以你約完個派，將個360乘去右邊啊。不過呢度唔好咁寫啦，好核突。好啦，360乘去右邊，然後將個12次你會調翻去右手邊，得唔得 ？OK，除翻過去，咁你個 theta 就會等於75度噶啦。好，然之後 boy 題啦噃。嗱 boy 題呢個周界其實都係背式嘅啫。OK，好啦，咁我哋背翻2πr 再乘翻我哋角度 over 360。好啦，然後再加翻兩個 R 啊，記住加翻兩個12。OK，所以你最後咧會計到佢個周界就會係5π加24。OK，咁記住寫單位啊。所以咧，通常我嘅做法啦就係將佢括住佢，然後 cm。OK 嘛，咁樣就最靚仔啦。有冇問題？好啦，咁呢個就係最普通嘅嗰題啊。好啦，咁我哋咧去到第二題，OK，好啦，咁去到一啲特別少少嘅玩法啦。OK，MC 嚟嘅，OK 都係past paper 嚟㗎。OK，16年嘅19題。好啦，咁我哋咧會見到喺呢題入邊，佢 OK 有一個大嘅 setter，OK 同埋一個細嘅 setter，然之後個 shade region 就係個大 setter 減細 setter。不過認真講啦，呢一題 OK 一開始我會 sense 到 perimeter。呢一個資料，因為咧 perimeter，OK，佢係唔會淨係得派㗎，得唔得？你要記住，OK，線形嘅周界係除咗條 arc length 之外，佢仲會有兩條嘅半徑啊嘛，所以佢個 format，OK，我寫低啊，線形周界嘅 format，OK，佢一定要係 A 派加 boy 呢個 format。OK 嘛？但係你唔使特登去背，你純粹要知道佢一定係有派同埋有 constant，OK 嘅 format，明唔明白？所以我哋可以直接交叉咗，OK 交叉咗3呢個 option 先。好，然之後1同2咁你就直接見到其實你 C 同 D 錯啊嘛，1同2其中一個啱㗎咋，得唔得？咁點即係你會計邊個先啊？咁你幅圖差個 theta 咁一定係計 theta 先㗎啦。我哋直接用面積 ，OK 用面積。大減細等於72派去揾個 theta 出嚟。好啦，首先大嘅面積 OK 39嘅2次派啦，之後再乘翻 theta over 360，再減翻我哋33 2次派乘翻 theta over 360，佢會等於72派。OK， 好啦，我哋會知道約走個派，我哋就識運算噶啦。OK， 嗱，我哋咧依家可以抽左手邊抽個 theta 出嚟，剩低呢度39嘅2次，之後再乘翻1 over 36。好啦，然後再減翻33嘅2次，乘翻1 over 360。等陣好似我講啲乜？好啦，嗱，我哋咧依家 OK 抽完個 theta 出嚟之後咧，其實你個括號入邊全部都係數字嚟噶嘛。只要撳機除去右邊，你個 theta 就會計到噶啦，佢會60度。OK， 輕輕鬆鬆一啱嘅答案會係 A， 明唔明白個諗法 ？OK 嘛？
嗱，你唔係要好死板咁樣，OK？我依家咩都要揾晒，我依家一二三都要揾晒，唔係㗎。其實我哋直接睇個周界交叉咗，其實你只要揾一或者二，OK？係啦，睇其中一個就夠㗎啦，明唔明白？OK？你諗下，如果你一錯嘅時候，其實你自然二就啱咯，你明唔明啊？係啦，所以咧，我哋淨係睇一個 option 已經好夠啦。好，繼續後面第二題。嗱，呢條咧係我覺得咁耐以嚟最難嘅一條 SAT 題目，因為佢會用到少少圓形嘅 property 啊。好啦，嗱，首先我將題目咧，OK，算係唯一嘅資料啦，OK，寫咗上去，OK，就係呢個39cm 啦、9cm 啦，同埋呢個18cm。OK，嗱，等陣我 mark 多一個，就係呢個直角題目都有講到嘅，不過我未 mark 啫。好啦，我哋依家咧要去揾咩啊？要去揾黃色呢個線形嘅面積。好啦，線形面積 OK，咁我哋需要半徑同埋角度，依家兩個都冇，係嘛？OK，我首先去諗下，究竟呢幅圖想我哋做啲咩？OK，我一眼就要望到啊，佢想我哋玩呢個直角啊，係咪啊？個直角未立，你要諗點樣用啊嘛？個直角就係用 OK 呢一個 line from center perpendicular bisector，OK 嘛？圓心自然的垂直平分弦。OK， 不過認真呢個 reason 唔使背。OK， 我哋會知道佢會平分咗 OK 個 dot E 同埋 EA， 明唔明啊？喂，我而家成條咧為39加9啊嘛，OK 48，除翻2即係24，你明唔明啊？好，所以我哋 AF 都係9嘛，我哋個 EF 就有啦 ，OK 會係24減9即係15，輕輕鬆鬆。OK， 嗱，依家咧。你見唔見到啊？2418 ，OK， 佢哋玩到不是定理啊，因為你喺個直角三角形度，你有兩條邊啊，所以你可以排 fact 揾咗個 O dot 出嚟先。O dot 嘅二次，佢依家會係24嘅二次咯，再加翻18嘅二次。好啦 ，O dot 依家會係30cm 嘅，30cm 呢個係咩嚟㗎？半徑啊。OK， 呢一個係半徑係 R 啦，直接。好啦，咁我哋依家差直角，直角喺邊啊 ？OK， 紅色 mark 住先，呢一個叫 theta。佢喺邊個三角形入邊啊？佢可以叫喺呢個細三角形度係嘛？都可以叫喺嗱 boy 垂過嚟。OK， 呢一個紅色框框呢個三角形度。點解我唔用細嗰個？因為唔夠資料咯。OK， 你得個18cm 啫嘛。好啦，但係我依家紅色框框呢一個係夠資料㗎，因為我知道 O boy 會係半徑30cm，之後個 boy C 就係個15cm。你可以用直角三角形 ratio，OK， 用 sin 啦 ，sin theta 佢依家會係對 over 斜。好啦，所以我哋個 theta 會係30度。有半徑有角度 ，OK，area。OK， 我哋個面積佢就會係派嘅32次，之後再乘翻我哋個30 over 360，最後個面積會係75派 cm 二次。做完，答案係 boy。好啦，應該難唔到大家嘅，講笑嘅。OK， 呢條應該都真係難，係即係每一次啲口頭禪咧，OK 就係好似題都好似好簡單咁樣。OK， 啲數學老師係咁啊。係啊，所以大家習慣下。好，咁我哋第三題嗱，我咧玩背式題咧 ，OK， 咁我就分咗4類俾大家。嗱，第一類或者咁講咧，其實我覺得 overall 有5類嘅。有一類咧就係直接叫你背條式出嚟，咁嗰啲就唔講啦，即係直接問你俾個圓錐體你 ，OK， 叫你去揾面積、揾體積嗰啲唔講，OK 嘛？我哋直接去睇咧一啲比較特別啲嘅背式題，例如呢條，OK 嘛？呢條咧就直接俾咗一條式 ，OK， 個 volume of metal gilded array is 3 times that of the metal which remains。OK， 嗱，你諗下，佢直接俾咗條式 ，OK， 而中間係有 3 times that， 好明顯地佢就係想你背式啦，你記唔記啊 ？OK， 因為佢本身呢個3乘以剩低嘅金屬嗰下 ，OK 就係一條式嚟啦嘛。好啦，所以你純粹知道有呢一句 ，OK， 咁然後背出嚟。依家我哋左手邊係點啊 ？Metal gilded array。就係中間空心嗰個部分嘅圓柱體，背翻條式
OK，R 二次派乘高可以嘛？OK，R 二次派乘高。OK，咁呢一個就係中間空心嘅部分，就係、一個圓柱體嘅體積。咁當然我好似未講條題目嗱，佢話咧中間 OK 有個空心嘅位，佢個直徑會係 D 啊，所以佢個半徑叫 D over 世界 D over 2。OK 嘛，出面嗰個大圓柱咧 OK 佢個直徑係大階多，所以我就 mark 咗佢嘅半徑叫大階多 over 2。OK 個高我都叻咗做 H 啊。好啦，咁所以我哋依家咧 drilled away 嘅部分嘅體積就係細多 over 2。嘅二次派乘高死背嘅啫條式 ，OK， 即係我哋背翻圓柱體條式咋。好，然之後 OK remains 嘅部分又點計啊？咁咪大圓柱減細圓柱咯。OK， 大圓柱佢會係大多 over 2嘅二次派乘 H， 之後減翻細圓柱。好啦，嗱依家我會知道佢要係等於呢一嚿嘅3倍啊，所以乘翻3喺後邊。首先第一步，OK 約咗個派，成件事個運算會簡單啲啊。甚至你見到你約完個派唔係喎 H 都約到喎，係嘛 ？OK 約埋咯。好啦，嗱我哋依家拆括好，左手邊細多2次 over 4，右手邊大多2次 over 4。後面有個乘3，不過一步一步嚟，減細多2次 over 4，出面再乘3。好啦，然之後唔係喎 over 4都約到喎，係嘛 ？over 4都約到 ，OK 嗱，咁我右手邊將個3乘埋入去咯喎，細多2次啊，會等於3個大多2次，再減3個細多2次。好啦，將個減3細多2次調去左邊 ，OK 4個細多2次等於3個大多2次。我哋揾大多 ，OK 變換主項，將個多2次做咗 subject 先，佢為4細多2次 over 3，之後開方翻 ，OK 所以分子。開方4會係2，開方多2次會係多 over 翻開方3，所以答案會係 boy， 可以嘛？呢條就係其中一條嘅背式題，就係條題目本身呢啲字眼。OK，three times，OK，佢就係叫你去背式，明白嘛？好，之後嚟到第4條啦。OK，嗱呢條啦都係一條幾特別嘅背式題嚟嘅。OK，咁佢就係啦，本身有一堆水喺度啦。OK，本身係一個圓柱體，然後啦裝咗啲水，好啦，之後加咗6粒波入去。OK，每粒波個直徑係2 cm 啦，即係半徑為1 cm。好啦，咁佢個水平會唔會上升啦？係嘛？好啦，咁我哋咧究竟點樣去計翻佢個上升咗嘅高度 ？OK， 咁點計好啊？因為我會知道呢一橛 OK 呢一橛都係圓柱體嚟㗎。好啦，就係佢多咗嘅體積，所以佢都係背式題。好啦，咁我哋依家將個球體嘅體積寫喺右手寫喺左手邊先，4 over 3派1嘅3次。好啦，咁你有6粒啊嘛，咁乘6就會等於我哋右手邊咧，我哋就寫翻呢個柱體圓柱體體積。個圓柱體體積因為佢半徑係4啊，OK 題目我俾嘅。好啦，咁我哋咧依家4嘅2次派再乘翻個高，得唔得？呢個就係圓柱體體積。好，咁我哋依家咧只要約咗個派 ，OK， 我諗你就識得去做運算㗎啦。好，最後 H 你會計到做1 over 2嘅，所以答案會係 A， 明唔明啊？呢條都係好 typical 嘅背式題。好，得嘅話後面第5條，第5條咧 ，OK 又係要認得一啲字眼 ，OK 嘛？呢個咧最 typical 啊！就係你見到 melt and recase 融化並重鑄啊，佢都一定係背式題。好啦，背式題之餘啦，佢一定係玩 volume， 一定係玩體積嘅。好啦，咁我哋咧依家左手邊係整容前啊，右手邊係整容後啊，即係好似嗰啲facial 公司係啊，嗰啲美容公司嘅廣告咁啊，整容前同整容後，估唔到數學都可以有啊！好啦，嗱我哋依家咧左手邊就計翻整容之前究竟佢嘅體積係幾多？好，第一個4 over 3派 6A 嘅3次，之後第二個咯 ，OK 4 over 3派8A 嘅3次，好啦，然後第三個4 over 3派10A。嘅3次，佢會等於右手邊個體積咧 ，OK， 我就 mark 咗個半徑叫 R 啊。好啦，佢依家會係派4 over 3派大 R 嘅3次
如無意外，你可以約走晒啲 C alpha 3同埋啲派佢。好，咁然之後，你嘅左手邊拆括好，你會拆咗做216嘅 A3 次啦，再加512嘅 A3 次，之後再加1000嘅 A3 次，等於大 R 三次。最後你個大 R 三次咯，佢會等於 OK。我哋嘅撳一撳先，1000加512再加216，佢係1728嘅 A3 次。最後將個3次調翻過去 ，OK 嘛？咁你就會撳到個 R 會係12A 嘅啦。但係佢問緊你個直徑係幾多？問緊個diameter，所以我哋會乘翻2，所以會係24A 嘅。答案為 C， 接受到嘛？好，最後一條背式題。嗱，我覺得咧呢一條又係你需要去認一認啊 ，OK 嘛？好啦，呢條背式題又係好 typical，OK？將一個圓錐體 ，OK？展開佢，好啦，剪翻做一個 setter，展開做一個線形。好啦，究竟有啲咩式要背呢？首先第一件事，我會知道咧佢個斜邊啊，即係個圓錐體嘅斜邊 ，exactly 就係個線形咧個半徑嚟嘅。OK， 應該都唔難睇嘅。然後第二件事，我咧通常玩線形接成圓錐體或者圓錐體接翻咗一個線形。OK， 我係用長度去諗嘅，我哋用呢一個圓周，但係個底嘅圓周，佢攤翻開就係我哋線形嘅 arc length， 線形嘅弧長啦。好啦，咁我哋依家，因為個線形真係太少資料啦，所以我哋要揾咗個 L 出嚟先啊。直接用筆試定理揾個 L 嘅二次會係7嘅二次再加24二次先。好啦，然後 L 計到25 cm 啦，然之後背翻 OK， 弧長等於圓周呢一條式。I mean 左手邊嘅弧長會係2派 R 乘翻sorry 個 R 有噶啦，2派乘25再乘翻 theta over 360，佢要等於右手邊圓錐體嘅圓周。OK， 佢會係2派乘7。好啦，我哋會揾到個 theta 會係100.8度。咁就做完㗎啦。OK， 如無意外，你依家咧個線形就齊資料，你可以揾咩都得啦，應該話明唔明白？好啦，咁呢一個就我哋嘅背式題。OK， 咁包括 2D 同埋 3D。OK， 咁如果大家明白嘅話，我哋下一條片啦會講埋比例係點樣做嘅。所以咧，如果大家大家想關注多少少嘅話咧，可以撳翻個鐘掣啊。OK， 同埋記住 subscribe 我哋呢個 YouTube channel。係啦，咁我哋下條片見喎。好，拜拜各位。咁多位師兄，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學到嘢嘅話，麻煩大家 follow 翻我嘅 IG 同埋 subscribe 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多謝，拜拜。